自后2023年1月17日，每日成安宫读经下甲的个别圣经，咱做伙来听读创世纪16章第1节到16节。亚伯兰的某撒来无生囝，伊有一个女婢夏甲是埃及人。撒来甲亚伯兰讲：上主予我未生，请你甲我的女婢同房，检采我会当对伊得到一个后生。亚伯兰听叹撒来的话，亚伯兰的某撒来就将伊的女婢埃及人夏甲，予伊的丈夫亚伯兰做某。迄时，亚伯兰已经住伫迦南地10年。伊甲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怀孕。夏甲知家己有身，就看轻女主人。撒来甲亚伯兰讲：我受委屈，拢是你害的。我将我的女婢送互你做某，伊一个知家己有身，就看轻我。愿上主伫你我的中间主持公道。亚伯兰对撒来讲：伊是你的女婢，你会当照你意思对待伊。撒来甲伊苦毒，伊就逃走离开撒来。上主的使者伫旷野的水泉边拄着夏甲，迄个水泉是伫要去苏尼的路中。上主的使者对伊讲：撒来的女婢夏甲，你对倒位来，要去倒位？伊讲：我对我的女主人撒来遐逃走出来。上主的使者对伊讲：你着转去你的女主人遐，顺服伊。上主的使者阁对伊讲：我要互你的后代济甲算袂得。上主的使者阁对伊讲：当你怀孕要生一个囝，就甲伊号名叫做以实玛利，因为上主听到你的苦情。伊会亲像野驴，伊要攻击人，人嘛要攻击伊，伊要甲伊的兄弟做对头。夏甲就称呼迄位对伊讲话的上主做看顾的上帝。伊讲：我看见上帝，我竟然还活地。所以，这个井就叫做比利拉海来。这个井伫加地斯甲巴列的中间。后来，夏甲甲亚伯兰生一个后生，亚伯兰甲伊号名叫做以实玛利。夏甲甲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，亚伯兰86岁以上。夏甲的个别，伫上主甲亚伯兰立约以后，这约的继承者诚做重要课题。伫撒来的建议下，亚伯兰甲撒来的女婢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怀孕。夏甲知影家己有身，煞骄傲，看袂起女主人。为着安尼，伊受到撒来的虐待，阁因为忍受袂牢逃走。当时的夏甲通讲是孤立无援，因为伊是来自埃及，身份是奴隶，差不多任何人拢通下手掠伊。夏甲伫惊吓恐惧的中间逃走。上主的使者伫伊的面前出现的时，伊头一个反应的确是真惊吓。听到天使开喙，就爱伊转去女主人遐，搁爱顺趁伊，夏甲一定搁较惊吓。早在
这只是起头话，接续天使向夏甲说明伊转去的原因，就是上主要互伊的子孙济济。天使有过，伊得要生一个查甫囝，就甲伊号名叫做以实玛利，因为上帝听到你的苦情。以实玛利就是上帝听到的意思。天使对夏甲传达上帝的应允，互夏甲一个亲像上帝互阿必兰的祝福。上帝相款应允，将来伊的子孙真济，济甲无法度算。虽然夏甲的发音是出自人的意思，总是上帝并无因为安尼否定伊和巴多底的囡仔，相款也为着伊祝福。天使引带夏甲转去属伫伊家己的位置，因为伫阿必兰厝内所生的囝，将来通甲伊的兄弟共款享受上帝的祝福。这个囝虽然是女婢所生的，毋过老尾要脱离做奴仆即款的束缚。因为安尼，夏甲认捌伊主人所信奉的这位上帝，称伊做看顾人的上帝。因为这位上帝伫夏甲面临困境、担忧、惊吓的时，出面保护伊，上时阵赐福予伊。看顾人的上帝是出自夏甲对上帝的认捌，也是伊真实的告别。迄位看顾人的上帝，无搁再是夏甲主人的上帝，也是伊真实拄着的上帝。近年来，台湾的新住民比例一年比一年较悬，国际移工的比例也日渐增加。虽然这2-3年来，因为武汉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，国际移工的人数有略略仔减少，毋过咱台湾对国际移工的整体涌入甲需求有缘比例还真悬。尤其台湾的长照机构，还是厝内有老是大人的家庭，搁较需要涌入国际移工的协助。总是无论是外籍配偶，还是国际移工，因的福利甲权益，哪像无得咧相对提升，因有缘真容易受到歧视甲无公平的对待。袂少移工差不多24点钟当咧付出劳力甲心力，却无法度得到相对应的福利甲权益。莫怪媒体不时报道移工逃脱的新闻。检测伫咱中间，就有袂少家庭也是公司拄咧仰赖国际移工的付出，还是逐主日陪咱的长辈来教会敬拜。咱是毋是互遮个来自他乡的人深刻感受到咱所信的上帝，也是看顾因的上帝呢？默想，我对新住民和国际移工的态度是啥物？我会通用上帝使者的眼光来看因无？我对新住民和国际移工的态度是啥物？我会通用上帝使者的眼光来看因无？做伙来祈祷，看顾人的上帝，求你互我搁较侪聆听、关心、接纳身躯边甲我无共背景的人，搁愿你上款看顾因，奉主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